補充下，其實我可想而知嘅，周杰倫細個嘅時候，佢對於音樂嘅興趣啊，或者沉迷音樂嘅嘢啊，呢一啲係即係可想而知係可以想像得到係細個沉迷嘅。咁啊，男仔啊，想像下男仔一個男仔沉迷一樣嘢啊，跟住然後咧佢就為咗嗰樣嘢付出時間啦。呢個時候咧，父母最好就唔好打斷佢。其實做乜都係嘅，見到佢可能佢打機啊，然後你睇唔順眼啊，好正常嘅。但係咧沉迷一樣嘢啦，然後佢花時間，然後再去提升一樣嘢，學習啊，打機升呢咁啊，鍛鍊技術咁啊，呢一啲其實呢一啲先係真正嘅學習嚟啊。學習喺 struggling 喺有困難嘅時候，然後去解決一個問題啊！呢一樣嘢就係佢第日成長咗之後嘅本錢，生存嘅技能。真正嘅生存技能唔係一個學科、一個學業、一個成績，而係解決問題嘅能力啊！狹義嚟講係解決問題嘅能力啦，即係話佢第日遇到一啲問題又解決咗咧，咁就有價值，然後人哋就會俾報酬嗰個人。狹義嚟講係咁講啦。好廣義嚟講嘅話咧，其實係第日嘅年代，可能你只要做啲好簡單嘅嘢，好細嘅嘢，好少嘢，你已經可以賺得到你生活所需嘅需要㗎啦，fulfill到你嘅生活㗎啦，所以係唔需要話要係有咁強烈有個 KPI 嘅意識，即係覺得一定要有啲某啲產出解決到某啲問題同其他人競爭咁，可能唔係咁樣嘅。要勞動嚟未來嘅人類需要勞動嘅量係比而家少嘅，因為冇呢個需求，但係你仍然係需要勞動。咁因為呢個又係人嘅人腦嘅獎賞機制啊，付出一啲嘢，然後得到收穫，付出收穫就會滿足感。呢個世上係冇絕對嘅滿足嘅，亦都冇有絕對嘅痛苦嘅。絕對滿足就會沉淪，然後不斷提升嗰個需要嘅上限，嗰個上限不斷提升，越嚟越難目標到，好似吸毒一樣。不斷嘅痛苦亦都會令人墮落，亦都會令人麻木，覺得即使再痛苦，自己仍然繼續 keep 住。嗰個嘅標準係不斷上下浮動嘅。如果你太多開心咧，你嘅標準就提升上去，你都要喺呢個好開心嘅位置咧上落。好唔開心你都係好低嘅位置上落。呢一種嘅上落咧，即係付出收穫，就會令到成個人嘅生命消耗完，咁就完咗你嘅一生啦。暫時呢個方式係要解釋到人存在嘅一個意義啦。有啲人嘅意義係要賺錢，咁你都可以付出咗賺錢。有啲人係需要心靈上嘅滿足，佢都可以有唔開心，然後開心。呢一個嘅指標可以適用喺所有嘢上面，所以呢個廣義啊，我稱之為廣義。我諗周杰倫好幸運嘅，細個嘅時候，我都可能對佢唔係了解好多啊。可能細個都好幸運嘅，佢可以有好多嘢想做都可以做嘅，然後冇人去阻止佢㗎。小朋友想做一樣嘢咧，唔阻止佢嘅其實係好唔合乎常理，但亦都係好情理之中嘅。唔可以講太多呢啲題目，一定要圍繞一個中心嘅思想去講啊，去思考啊。
所以青花瓷呢首歌嘅出現咧，唔係一個係佢有代表性，唔係應該咁講，應該話一啲有里程碑意義嘅事物啊、研究發現啊，呢啲全部都係因為人類去專心去尋覓一件事而發生嘅。如果每樣都掂下，每樣都係咁依賴過咧，然後又冇咁咧，係好難會有一啲好有成就嘅出現嘅。跟住有啲人可能唔係咁諗啊，就會諗話我咩嘢都識，咁有好多人成功人士咩都識啲嘅喎，咁咪即係唔代表專一樣係就係最好咯，即係有其他可能性咯。可能唔係咯，而係更大可能係嗰一啲嘅人士，佢真係每一樣都叻咯，或者佢有3樣嘢叻，2、3樣嘢範疇係好叻。咁啊加埋組合而嚟咧，就會成為一個只有佢先可以實現到成功嘅組合，因為呢幾樣 A、B、C、D 3個成分咧係佢自己嘅。呢個組合咧唔係好多人有，所以佢可以能夠成為嗰種成功。講比喻啊，例如我好中意講 Elon Musk 就講 Elon Musk， 即係例如 Elon Musk， 佢係對機械科學啊、寫程式啊呢啲係好有熱誠啦，付出好多時間去啦，即係對技術有興趣啦。然後對於Elon Musk 嘅例子好極端，普遍性啲嘅啦，即係可能例如有個人通常咧做生意呢一個例子係好用嘅，因為咧做生意係需要好個 multi 嘅唔同嘅幾種嘅技巧、幾種嘅能力加埋嘅，即係可能待人接物嘅能力啦、解決問題嘅邏輯上面嘅能力啦，然後對某一樣嘅事物嘅精通啦，某一樣專業嘅精通啦，可能對於 account 嘅精通啊，對於藝術上面嘅精通啊，或者對於某一個行業上面嘅精通啊，手藝上面嘅精通啊，煮嘢食啊，可能係管理上嘅技巧啊，即係咁管理上技巧咁幾樣加埋咧，就會成為就會好容易形成一嚿嘢。嗰嚿嘢咧，我哋就會成為一個商業價值咁，然後我哋好易就睇到商業價值，有商業價值嘅我哋好易睇到。講到好遠，唔知去邊度。即係話咧，如果你係睇緊嘅人啦，你係睇緊呢條片嘅人啦，然後你去選擇第日做咩，或者你唔知道自己想點樣嘅時候咧，你就去問自己，你究竟係中意啲咩？你係成日投放時間喺邊度咯？跟住然後你繼續沉迷佢啦，你一沉迷落去，然後你去成長、發現嗰樣嘢，去做得比其他人更加好嘅時候，你就開始會有價值出現。有好多你做到開始有好多做到好多人都做唔到嘅嘢，咁你就有價值出現。然後幾樣嘢啦，加埋咁嗰個 combination 就係屬於你嘅。咁你到嗰個時候咧，就唔會再考慮前途嘅問題。一開始有人需要你嘅時候咧，然後你去做到一啲嘢嘅時候，產出一啲嘢嘅時候，人哋就會用金錢嚟打賞你。金錢嘅獲取係能力嘅補償，呢個酬勞係因為你能力嘅補償嚟嘅。你有呢個能力，所以你係必然會得到呢個酬勞嘅。加油！